即係升值3倍以上，好 naughty 啊吓！我都仲有一盒放咗喺籠底，逝去感情從來留不住啊嘛！大家好，我係法比，歡迎翻到嚟偷襲東京。上一集我哋成功偷潛到中野 Broadway， 偵察咗4樓全層，包括非高達類機械人 Mandala Cat 6號館。未睇或想重溫，可以撳右上嘅資訊卡。今集落到3樓，終於嚟到高達迷最容易尋到寶嘅高達激戰區，模型、超合金、figure、扭蛋，通通都會出現。正式開始之前，請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呢個頻道，主要分享玩具、模型、旅遊相關資訊。記得免費撳下方鐘仔 subscribe。Let's go！ Mandala Cat 2號館啊，亦都係我哋最期待㗎啦，因為成個館都會賣高達嘅，慢慢睇下先。嗱，先睇下門口櫥窗放咗啲咩好嘢先。PGU 元祖高達終於俾我喺日本第一次遇到啦！記得之前見人出 post 話 Gundam Base 賣27,500 yen， 呢度呢？喂老細，個銀碼好似唔係好啱喎，34,300 yen 連稅，還翻港紙咪成1,700蚊。喂，我喺香港買都係1499啫喎，你哋啲日本仔好 naughty 啊嚇，炒貴咗成25%，咁我都係繼續等下次去 Gundam Base 睇下撞唔撞到正價啦。大家中意嘅話，香港現貨價都好抵噶啦。RG 自活 Special Coating 2024年推出18,700 yen 連稅935蚊。據我所知 ，RG 自活暫時有3款，包括香港最常見嘅普通版，現貨價大概300頭。以 RG 系列嚟講，定價算高嘅，因為自活都比較多零件同大隻。另一個版本就係 Gundam Base 最常見嘅 Clear Color， 亦都係我最推薦嘅版本。原因係彩頭可以最大化突顯出自活骨架嗰個機械感啊！至於 Special Coating 當然就係最高級最貴啦，帶有金屬鍍膜質感嘅成型式零件，主打華麗加厚重感。我覺得放喺自活上面係型嘅，但唔係最好嘅選擇咯。原本日元定價13,200 yen 連稅，而香港現貨價就800蚊左右。跟住睇下模型以外嘅嘢先 ，Tamashii Nations Metal Build Strike Gundam Heliopolis Rollout Version。簡稱突擊高達出廠版本，全新未開封26,400 yen， 開封品23,100 yen。利申先，我真係太耐冇玩 Metal Build， 特別對突擊煙紅迷惘嗰堆出完又出，換個形態再出，換個 coating 再翻出，嗰種冷飯炒完翻炒食極都唔厭嘅食相，我確實有啲吃不消。所以呢隻出廠西有咩咁特別？真係要揾翻個 MB 專家先分析到。總之原本日元定價19,800 yen 連稅，香港現貨價1,150蚊，升幅唔大嘅。我諗街貨都幾多。買完呢盒老古董，我就對佢情有獨鍾啦。Gundam Fix Figuration Metal Composite 元祖高達連 G 戰機係我第一次10幾年前嚟中野第一次買嘅超合金玩具，一直陪我陪到依家，甚至有時拍片你哋都仲會見到佢嘅身影㗎。價錢嘅話，我好記得咧，當年係850左右入未開封嘅，而家開封品22,000 yen 1,100蚊，亦都寫明有變色問題，好正常啊！我屋企嗰隻唔單止變色啊，隻手啲膠仲開始溶爛爛添啊！睇多兩盒超合金，右邊嗰盒水星之魔女風鈴高達都可以講係近年最失敗嘅出品，千祈唔好搞錯，唔係風鈴失敗，係超合金風鈴真失敗，因為質素真心差。原本日元定價24,200 yen 連稅，呢盒已經跌到去11,000 yen，而香港全新現貨價更加係500蚊有找啊！想揾質素高嘅風鈴，我會首推1:100嘅 Full Mechanics 版本。想慳位玩細隻啲 ，HG 都係一個高質選擇。我都有拍片同大家製作過㗎啦。跟住睇埋左後方嗰一盒 Gundam Fix Figuration Metal Composite 馬莎專用渣古2，呢盒紅渣唔係老古董嚟㗎。應該係2019年推出嘅40週年紀念版本，採用嘅係 Gundam The Origin 入面嘅紅渣。至於質素呢，市場就好現實嘅，原價19,980 yen， 而家開封都要73,000 yen， 即係升值3倍以上。OK， 日本人太可怕，我哋睇睇香港，全新未開封3,700蚊，想支持馬莎或者想同上面嗰個高達儲成一對，又想平嘅話，建議買同樣係 GFF-MC 嘅馬莎專用渣古1000頭已經入手到，同埋喂渣古1先係真正 GTO 嘅核心主角機啊嘛。HGG Structure Archangel Hanger 16,500 yen 825蚊，呢盒應該係俾1:144模型專用，
Gundam Seed 大天使號格納夫，屬於 PB 限定商品嚟嘅。當年香港定價好似都要成1200蚊㗎。咁當然啦，高達相關模型9成9會升值嘅都係機體本身，而用嚟收納嘅周邊人氣通常都唔高。俾咗我嘅話，買隻 EX Model 大天使號放側邊，應該會仲有型。喂，呢盒咪係我好想買，但係去到會場冇得賣，而家更加成為歷史嘅1:48 RX-700F00 橫濱高達。展出1:1橫濱高達嘅 Gundam Factory Yokohama 已經喺2024年3月31號永遠咁離開咗我哋。我好開心，好榮幸有幸去過一次。大家想重溫回憶就撳右上個資訊卡啦。而呢盒1:48橫濱高達係我認為最有紀念價值嘅一款橫濱模型，沒有之一。當年正價大概賣14000 yen， 而家絕咗版，炒到上37400 yen 就一啲都唔奇怪，接近1900蚊。中意嘅朋友都唔使太擔心。香港賣緊1500至1600蚊嘅啫，超過10算好貴。歌仔都有得你唱，逝去感情從來留不住啊嘛！呢種砌一盒少一盒嘅絕版模型，記得有買趁早。嚟緊大阪世博高達展，你哋識做啦。識做嘅話，麻煩幫我撳個 like、留言、share 支持。繼續翻去日本嗰邊睇埋鋪頭入面有咩正嘢。Mobile Suit Gundam Deluxe Edition 4950 yen 250蚊。嗱，首先呢一盒雖然好似我當年細個喺街市都買到嘅老番高達，不過 credit 一定要俾翻人哋係有 Bandai 授權㗎嚇，出產年份不明，但肯定係中國製造。我相信要買都係買佢嗰陣古早味嘅啫。超合金可動戰士紅渣都係一啲好有歷史嘅玩具嚟，而家市面上要揾完全未開封嘅真係極難，而質素唔錯嘅開封品價錢大多坐落喺200零300蚊樓下，入邊就係一隻1:144比例，應該係有合金關節嘅渣古，武器各種手型，仲有一隻馬沙人仔。除咗馬沙嘅紅渣之外，綠渣、高達、吉姆都有相關產品，而比較少見嘅仲有黑色3連星、白色高達、藍色高達同埋香港特別版嘅黑白配色添。再睇翻一啲特別版模型 ，RG 橙明，全名 Gunpla Expo 限定 RG 命運高達海列威斯坦佛斯配色版本。2013年推出，售價13200 yen 600蚊。留意翻呢盒係會場限定實色版本嘅1:144橙明。至於另外一個2024年推出嘅 Gundam Base 版本，嗰部係1:100 MG 嚟嘅。香港想揾現貨嘅話 ，RG 同 MG 價錢差幾十蚊，都要600 up 㗎啦。另一盒賣得比較貴嘅 RG 就係 New Gundam First Lot Color Version， 屬於 Gundam Side F 限定，2023年推出，售價8800 yen 440蚊。呢個初期灰白配色 version 其實就係亞納海務電子公司喺馮布朗工廠啱啱完成 New Gundam， 仲未搭載腦波傳導骨架，類似測試機嘅狀態。原本定價5280 yen 連稅，香港現貨價360。鋪頭入面仲有少量之前高達一番賞需要抽嘅限定模型，例如彩頭 HG 飛星自由，價錢講緊3000至4000 yen 不等。雖然講緊一下一番賞大概800 yen， 一隻咧就平均4-5抽嘅價錢，感覺好似合理啊，唔貴。不過千祈唔好心急入手，因為如果之後會係抽業員嘅話，你就會發現有賣高達嘅地方，佢哋總會喺左近出現，而且價錢仲會非常浮動。有啲我哋唔識賣成10000 yen 都夠膽死，有啲又好好喎，1000零2000 yen 就賣俾你，所以中嘅呢個價算叫屬於合理區頂部。輪到睇一啲比較罕有嘅 MG 模型 ，MG V2AB Gundam Verka 售價11000 yen 550蚊。聽到呢度，大家有冇覺得有啲唔對路呢？又話好罕有嘅，但個價錢好似怪怪地喎。冇錯，真正罕有嗰款係 Titanium Finish 鈦合金版本。個外盒係好似姿勢分一樣，只有背景顏色有啲唔同。鈦合金版本喺日本都係一冇難求，最平1300蚊港紙以上。而呢盒普通版香港現貨價只係需要400頭左右嘅啫，所以唔好見佢好珍貴咁鎖喺個櫃入面就心急冇睇清楚入錯貨。Gunpla Expo 限定 MG High New Gundam HWS Verka 2015年推出，售價22000 yen 1100蚊。重點留意呢款係會場限定嘅機械透明版，即係以下依個碌啊！成隻裝甲完全透明，着重突顯骨架嘅機械配色，所以如果好似我咁特別中意 High New 嘅紫色外裝甲嘅話，呢盒一定唔啱你啊！因為佢連彩頭嗰種紫色都冇㗎。
最後介紹一盒我就算冇再玩 Metal Build 好幾年，但係每次去日本唔同地方都會留意佢浮動價格嘅 Tamashii Nations 2011限定 OO Gundam Transcend Racer。呢盒喺2021年10週年 Transcend Racer Full Particle Version 推出之前，曾經係炒價超過2萬蚊嘅夢幻玩具。大家唔需要懷疑佢係咪有價冇市。10幾年前我就係喺中野不斷揾呢盒 MB， 仲係未開封嘅版本，最貴8000蚊我都照入咗一盒，完全唔驚，因為一返到香港轉手2萬蚊有人搶住會買。而家見到個價平均6萬yen 3000蚊左右，真係回落咗好多啦。我都仲有一盒放咗喺籠底當做全家之寶㗎。所以點解啲人成日話去中野尋寶？當年資訊唔發達，只要我哋有足夠嘅玩具知識，係真係可以尋到寶揾到錢㗎。而而家喺中野所謂尋寶就當係俾自己嘅一個娛樂啦。鋪頭入邊仲有大量限定古董級有趣嘅高達相關玩具，我只係抽咗好少部分嘅重點出嚟同大家分享，留翻到時你哋自己去再慢慢發掘當中嘅樂趣。最後嘅最後，再次溫馨提醒一下，記得格價。同款玩具擺喺唔同嘅位，又有唔同價錢，相差咗1000yen夠食個靚拉麵㗎啦。OK， 係咪好豐富嘅一間鋪呢？今集就睇住咁多先啦。咁樣大家一齊欣賞我最後9片有趣地有幫助，記得免費 subscribe、comment、share。下條片我哋會行埋3樓其他嘅鋪頭，繼續會有好多高達相關嘅玩具出現。約定你哋，下次見。Mandara K 2號館入邊全部都係高達嚟嘅，咁目測個價錢咧，就算日元5算，香港都係有優勢啊！日本嘅二手炒價市場睇嚟係比香港更加嚴重嘅。